冬天鬼死咁凍，邊個仲會住響海邊啊？咁啊，近期收到咗好多客人有呢一個咁樣嘅疑慮嚇，咁就話咧冬天咧海邊咧風好大，咁啊擔心食西北風。咁啊，其實我想同大家講翻咧，反而冬天嘅海邊咧會更溫暖。咁啊，尤其好似我而家企喺呢一個啦，115平1000尺嘅一個單位，3房2廁，而佢嘅一個朝向咧係東南向，係啦。咁啊，呢一個海景嗱，可以睇到，哇，非常之靚。咁啊，呢一個海景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就係佢係230度嘅，好似一個 U 型咁樣，攞盡晒成個海景。咁啊，再加埋咧，佢可以睇到橋景嘅嚇。唔知啱先攝影師咧係啦，有冇擺到過橋景嗰邊嘅一個景觀？咁啊，同埋咧，你仲可以睇到樓下嘅一個泳池喎，即係呢一個屋苑嘅樓下嘅泳池啦。嗱，咁啊，平時咦都可以睇下屋企隔離鄰居啲啊〜即係啲朋友咁啊，可以喺度游水。咁啊，再加埋前邊呢一個咧，玉帶前腰嚇，我哋講嘅嚇，即係好似啲古代嗰啲官人嗰腰嗰嚿肉咁樣。咁啊，好多業主講啊嚇。咁啊，呢一度咧就風水極佳嚇。咁啊，再加埋呢一個露台，115平1000尺單位，佢做到咗呢個露台長度6.8米嘅一個長度，幾緊要你諗下嚇。一個3房嘅戶型做到咗6.8米嘅一個長度，闊度2.3米。咁啊，呢一個戶型東南向，佢有個好大嘅優勢啦，就好似我哋以而家冬天為例，佢個太陽咧既曬到咗露台，但係咧唔會話入屋入得好誇張，啱啱好少少。咁啊，你有個好處就係你晾衫啦，成排衫晾喺呢一度殺菌。咁如果你種綠植咧，冬天亦都係非常之好喎。可以進行呢一個光合作用啦，係咪先？你中意種啲盆栽啊、花啊嗰啲，咁啊吸收晒啲陽光啊，啲晝夜溫差大，佢亦都會生長得更好。再加埋你人體喺呢一度，當然亦都係非常之好啦嚇，曬1-2分鐘嘅呢一個陽光啊，同埋有啲人會擔心話濕氣重，咁同埋呢一個朝向咧就非常之好啦，會令到你成間屋嘅一個濕度咧就唔會話非常之高嚇，保持喺一個平衡值。再加埋佢嘅樓底高3.15米，咁啊令到你成個望出一個視野。你真係要現場過嚟感受，你先至可以感受到佢呢一個氣勢嚇，即係第一個感覺俾人嘅嗰種感覺。我極力邀請大家嚇，你唔買都唔緊要嘅，你有時間歡迎致電我哋嚇，又或者我 WhatsApp，我哋有免費專車響各個口岸咧接送大家來回過嚟睇樓嘅，你就當一日遊過嚟呢邊。睇一睇我哋呢邊嘅單位，佢點解可以成為成個灣區一個銷冠嘅樓盤？佢有咩實力係咪先？咁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翻呢一個戶型，115平嘅海景房，嗱，樓底高3.5米，做埋天花，成個直廳對出去咧就係全部海景啦。咁我哋咧肯定唔少得要同大家介紹詳細啲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呢一個戶型1層2伙。嗱，2個 lift， 1、2、3，咁啊一層得3伙嘅啫。如果你可能有去睇過對比其他啲戶型，可能1層6伙啊、8伙啊，咁3伙有咩好處呢？可能好多人咁啊同大家講，3伙首先你等 lift 都唔需要等咁耐，其次你呢度住嘅舒適度肯定會高啲啦嚇，係咪先？伙數少啊，一入嚟鋼化防火門、貓眼、5合1嘅指紋鎖，呢啲都係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啊，可對視系統肯定又係唔少得啦。嗱，平時有親朋戚友或者話你外賣佢上唔到嚟，咁啊你可以呢度開門俾佢。嗱，可以聽下我哋嘅一個西門子嘅品牌呢啲嘅燈掣嗰個聲。咁啊一入嚟呢一度咧就係餐廳同埋廚房對連嘅一個戶型。咁啊呢一度咧就擺餐台啦。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咧係現樓嚟㗎嚇，觀眾朋友。即買即入住，咁啊！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嚟嘅嚇。咁你買，咁我哋而家介紹緊呢一個，你有興趣都可以直接買呢一個。我哋而家響嘅層數咧係高樓層27樓嚟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咁一入嚟呢一度廚房啦，我哋見到呢啲同樣都係交付標準啦，雙星盤啊。肯定唔少得廚房一定要有明窗啦，係咪先？煮食爐、抽油煙機同埋我哋嘅一個消毒櫃呢啲。都係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呢個黑色嘅帶些少黑色嘅一個磨砂嘅一個玻璃門，非常之好嚇。咁啊呢一度咧就預留咗一個雪櫃位俾你擠雪櫃嘅。
咁啊高度非常之高啦，上邊你仲可以做埋一個酒窖都得啊。咁啊呢一個餐廳客廳直連係啦，咁我哋呢度嗱，你坐喺呢個餐廳，直接哇食住飯，你就可以睇到海景啊，係啦嗱，咁啊非常之緊要嚇，你咁樣嗱食住飯或者話你喺個廳裏面坐住，你都可以睇到非常之靚嘅呢一個景觀。呢一個呢，就係一個東南向嘅一個好處。背景牆呢個電視背景牆，亦都係交樓標準做好俾你嘅。咁啊呢邊擺 sofa 啦，咁你坐喺呢一度，你望出去除咗海，仲係海。咁啊呢一個戶型呢，亦都係非常之熱銷嘅一個戶型嚟㗎嚇。咁啊因為佢嘅實用性啦，同埋景觀啦，都係最靚嘅。咁啊呢一個呢，就第一個客房啦。咁啊呢一個客房亦都係非常之大咧。嗱，牀擺喺呢一個位置，平安鐘、燈掣啊。啱先講到啦，西門子咁啊，同埋咧，我哋咧會預留埋分體機嘅啲冷氣機嘅嗰條喉都已經幫你提前咧，已經係起嗰時咧已經幫你轉好噶啦，就唔需要話擔心。呢一個戶型同樣望出去都係海景嚟嘅，係啦，咁啊望出去海景咧都非常之靚啦嚇。咁啊，我哋再翻嚟睇睇呢一邊有一個客房同埋洗手間嗱。咁啊，洗手間咧做到咗乾濕分離，係啦，智能馬桶呢啲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啊，同樣佢做到咗3趟啦，嗱，咁啊非常之慳空間又夠位，磨砂面你唔會跣親，槽位高低分呢啲全部都做晒。其實呢種咧係最合理嘅，我覺得。就算大家觀眾朋友睇咗我哋片唔買我哋項目，你如果有單位做裝修，我建議你都可以咁樣做，因為呢種咧係的而且確係比較人性化同埋好用。你企喺呢度咧，唔會話啲水浸住你隻腳，然後啲水咧又會流得咁快。咁啊呢度高低分會比較舒服啲呢種嘅咁嘅洗手間嘅佈局。咁啊呢度咧就呢一個客房，呢個客房咧就稍微同啱先嗰個咧就會細啲，係啦。咁啊呢一個客房嗱，有冇發覺呢一套房睇海嘅面非常之多？基本上每個角度每個地方咧望出去都係海景嚇，呢一個真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之一啦！哇，真係你做乜都得嚇，曬衫曬被曬自己補鈣嚇，同埋啲綠植花花草草都係 OK 嘅。好，我哋而家再去睇翻最尾一間就係主人房啦。咁啊呢間咧叫做雙龍抱珠戶型啦，就兩邊嚇，即係響風水上邊講。咁啊右手邊肯定唔少得嘅就係最重頭戲嘅，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位置。咁啊主人房嘅位置咧嚇，一入嚟呢一度咧就會有一個預留嘅一個係啦，俾你做衣帽間嘅位置嘅。咁啊可能有啲觀眾朋友會覺得呢一個細，其實佢仲有空間嘅，當然啦嚇，就唔係得話淨係呢一度咁細嘅啫。咁啊再過到嚟呢一度咧就係主人房標配嘅洗手間，咁啊同樣乾濕分離啦，智能馬桶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係啦冇錯啦。咁啊主人房嗱呢一度，如果你嫌呢一個位置唔夠你嘅衣帽間啊，女士比較多包包啊衫啊，呢一度你再做埋成排過嚟，都係夠空間，因為佢呢一度咧長度非常之闊。嗱同埋呢一個咧啲陽光曬入嚟係咪好舒服咧？到冬天其實海邊冬天冇大家想象嘅咁凍嚇，咁啊再加埋呢一個位望出去嘅呢一個海景，非常之殺食，哇，好吸引人。咁啊呢一個戶型115平方啊，現樓即買即入住。咁我哋而家講翻呢一個戶型嚇，而家喺度在售緊嘅價錢，其實唔係好貴嚇，美金嘅話可能大概10幾萬左右就可以擁有嚇。當然呢一個咧可能會貴少少啦嚇，因為佢係樓旺嘅位置最靚，景觀最靚，同埋係千尺單位，又係東南向，集齊晒所有嘅優勢，加埋樓底高315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套單位，歡迎大家隨時聯繫我哋。呢一期節目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套單位有咩意見或者建議，歡迎大家評論區討論一下。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